最近网络流传一段影片，讲政府得卖台积电的股票。国家发展委员会表示讲，这是假信息。经济部长王美花嘛讲，政府的台积电股票是个继续在增加。另外，针对中国讲要取消 ECFA 遭受清单的优惠，部长王美花嘛讲，石化、纺织、还有机械这三大产业影响较大，政府会来协助产业转型，分散市场。最近伫网络顶有传一段影片。内容是讲到政府甲台积电42派股份卖掉，引起大家注意。国发基金伫咧 FB 发4点声明，讲国发基金持有台积电的股票是继续增加。2016年到即马是台积电甲国发基金表现上好的时阵，并无卖台积电的股票，定证这是不实的消息。经济部长王美花也提醒民众唔通被骗。这个完全是不实的讯息，哈。我们最近这几年对台积电不仅没有抛售，而且还因为配股还增加了持股。伫即马中国讲要取消 ECFA 早受清单优惠，并且延长对台湾贸易壁垒调查到2024总统大选的前一天。刘伟关心中国占咱国的贸易量体犹原正大，若是因单方面取消 ECFA， 咱政府有甚物应用的措施？行政院长表示，经过评估，有3项产业的影响较大。那我们通盘评估起来的话呢，我们当然希望我们跟中国之间的这个经济的往来呢能够继续。是3.7左右，全球相对是比较低的，这个部分是204亿，所以这个部分那相关的影响的行业是石化、机械跟纺织会比较多的品项。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，政府已经开始甲相关业者进行沟通，看要如何协助转型甲分散市场。另外，贸易比率调查对咱国的总体经济影响是有限。刘伟辉也呼吁中国方面唔通甲贸易问题复杂化、工具化、甲政治化。记者综合报道。